咁啊冇見啦。夏寶龍主任啱啱走咗，佢對宏福苑事件表咗態，就必須要追究責任。但係我想了解到，究竟夏主任所講嘅追究責任包唔包括政府部門失職呢？或者有冇官員要問責，甚至革扯或者被起訴添？嚴格嚟講，會唔會呢？嗱，我就唔敢包啦。不過宏福苑事件揭露到政府部門咧，唔單止為官避事，為官不做事，一避事都有啲做，有啲唔做。但係我睇見宏福苑事件揭露出嚟咧，真係一次湊過一次，一篤屎就湊過一篤屎。所有部門咩勞工處、預處等等，簡直係令人驚訝，差到。但係最差係邊個咧？係消防處。點解我咁講？唔係我針對佢，因為防火責任係消防處最終責任。所有嘢佢居然夠膽推得一乾二淨，唔關佢嘅事。好簡單，嗰個姓姜嘅助理處長喺聽證會都講咗15次，係表現不理想，要改善。15次表現不理想嘅，即係失職啦，係咪啊？如果唔係失職係乜嘢啊？好啦，另外嗰個姓翁嘅咁誇張，助理處長呢樣唔關佢事，嗰樣唔關事，好似成個宏福苑係消防處冇責任嘅。杜鑑坤資深律師同我出片講嗰個理論結論都係一樣，消防處消防條例賦予消防處最終嘅防火責任，而消防處本身就有防火組噶吓。好啦，第二亦都引用咗牛頭角迷你倉事件，同我嘅係完全一樣。結果第二日楊恩健處長 sorry 啊，楊恩健咧就即刻補鑊，話消防處係有最終嘅防火責任。到最後林炳強都出嚟講係消防處有防火責任。但係之前你做到助理處長，居然如果杜鑑坤唔係講個嘢同我一樣引用埋消防條例同埋先例，真係俾你呃到嘅，咁你都夠膽講嘅？死人火燭燒死168人，唔係咁簡單。我最近睇到有條片，有個女士老公燒死咗，個女燒死咗，啱啱養大咗，欲哭無淚。佢要求咩？希望政府道歉，希望政府認錯。但係我覺得呢位女士咧太天真啦。點解啊？你居然叫政府部門認錯，唔通特首會認錯、保安局會認錯、消防處會認錯咩？唔會噶。點解咧？綠工會誹謗我都係要佢認錯咋，道歉咋，都咁難